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，未当来出国，包括中秋连假、国庆的连假，所有的人拢会挤伫咧国内，到时阵一定会阁造成着国内旅游大爆发。交通部长林佳龙要求各相关的单位严阵以待，监控着疏运的状况。这个四大上的塞车的时段嘛出炉了。罗南是9月30日下晡甲10月初1的早起，台北是10月初3的下晡甲10月初4的下晡。尤其是连假的头一天10月初1，高公局的预估可能会为早起一路塞到半暝，甚至会来创下着中秋连假有史以来车潮上最纪录。这毋是即马这是今年肉粽节连假的时阵，国道5号塞车超过15点钟。过来就是中秋节4天的假期，敢会阁亲像安尼？国内旅游即马阁抢滚，到时敢会阁塞车？最高量会落在假期的第一天，会达到125百万车公里。那大概也是我们平常交通量大概1.4倍左右。那有可能也会创我们历年的中秋连假的一个最高纪录。虽然讲有民众会提早一天开车倒转去，或者是出去佚佗，但是按算4天中秋连假的车潮，可能会到110到125百万车公里。尤其是10月初1连假第一天，车潮可能会亲像旧年初1同款。除了国道5号的塞车，西部高速公路嘛串连足侪旅游景点，有4个路段甲你提醒一下。咱先看路南的部分，9月30下晡到10月初1透早拢会塞车。上北的部分10月初3、初4下晡开车的时间可能会比平常时搁加3倍以上。我们会针对国5的石碇跟坪林南下路口来做封闭。那另外我们会在封闭期间把石碇交流道改为大客车专用，在行驶整个国5的行车时间是可以节省30分钟以上。今年针对国道5号的疏运措施特别多，另外就是为着鼓励民众会当坐客运，所以嘛有优惠。如果讲你若是无想要塞车，嘛会当行台9线或者是台2线，风景嘛袂歹哦。